特别係新報道，靠到最創作當地撇風嘅客家歌嘅王連祖，佢哋看我團選嘅時候，體育獎嘅行業專輯 banana， 與下成年會咧研究咗行業專輯、行業歌手、然後專輯嘅舉手呢3項傾聽，我為客家音樂展示很拿到嘅榮耀。同前面嘅banana，本日一堂都動搖地唱，馮烈玉嘅體育組行業專輯，風格多樣，除嚟想去改變一般人對客家歌嘅內版印象，但條歌嘅背後都講定嘅人生精彩嘅經歷老故事。我知道你冇當到持有本漢字啊，嗰個我做埋去做藝術創作，我做藝術創作之後，我要突破一種框框咩，我要去持有咩。當然講啲老係有一種，我有故事，但係係出按持有嘅東西咧。讓我人生，可比講我嘅看法、我嘅想法，我遭遇到嘅事情，就拿到記錄樣嘅寫下來。我用一本客家音樂對卡無人支持變到主流，係當到行業歌手即期上去突破嘅。做音樂20年嘅馮烈玉，未懂了解行業音樂市場嘅困境。唔過佢行係條對嚟做，堅持要做出客家好音樂。我所有我嘅作品啊，很耐彈啦，唔係講一下人就彈，我彈入去嘅啦。我一聽就懂了解，我懂了解講，哎呀，我東西唔係講一下我便接受嘅東西。唔過係慢慢地彈，唔做越彈越有味，甚至講唔係客家人去彈就彈嘅是咁嘅意思嘅。啲馮烈玉嘅情感調度，一切要講唔出來嘅通力，只是等佢聽從會製作出親有客家味嘅客家專輯。就算經費唔拉係動態嘅考驗，唔過也本機要行客態嘅通力，對啲目標達標。即係唔做咪要做，你係講唔要客家心咩？客家心、客家心，你做感覺唔只要用客家味啊。嗰個我做出來個，唔講幾客家話，一貴你一好咯，一定有客家味到地方度。所以唔是以刻意去強求講個下馬嘅文化嘅東西。有一隻烏子山，佢帶到山腳下，學生嘅世界考到唔讀書又呀呀。有上社大冊，有上社用嘅歌聲，一條烏子山係馮烈玉行音樂一條路最好嘅代表作品。每節10年嘅心血，無論經過幾多嘅風雨和困難。前面行係轉到演藝界繼續衝客家。客家新聞小鳳學吳義娟特別報道。